1月31號兩性結日，民進黨議員參選人林建南設佇西門路4段競選總部一透早就開滿人潮，這民眾以及公協會等社團攏燒酒來支持，人氣槍槍滾。包括民進黨市長參選人立委陳廷輝，伊的政治導師嘛是民進黨永延會立委王定宇，以及這現任議員同志攏到場燒聽，當選聲不斷。林建南，Number one，建南。這個議員吼要支持上，大家攏真好，哦，大家攏真好，會出來做公職的，我攏感覺大家攏真好。但是建南嘛，新人，較無資源，較無氣力，哦，像咱商會理事長倒出聲一個講，這個袂歹，較無資源，無咱家加出3分力，互伊有機會食大家頭路。可以有機會為咱的社里服務，安尼好無？好，政府啊，拜託一下好無？當前雖然伊參與着初選，伊無通過着這個門檻，這個窄門沒有進到裡面，但是伊無離開，伊佇這4當內，共款佇咱地方咧扎根、咧經營、咧服務，咱希望。有心要為這個土地打拼，認真的少年人，咱就一定愛給伊機會。真正要替大家來打拼，就愛給大家有一個認同。我相信建南已經做到了，所以庭委今仔日佇這來推薦林建南，嘛希望咱所有好朋友像會聽惜庭委啊，趕快來聽惜着咱建南。到底民進黨中西區北區議員參選人林建南，雖然4當前初選失利，不過伊佇市府社會局擔任機要秘書任內協助弱勢，以及持續經營基層為民服務的心。伊的老長官前社會局長嘛出面推薦好人才。我咧做局長的時陣吼，建南嘛真正無話講吼，協助足濟吼，咱社會局要做的代誌，吼按時代。家庭、囡仔、弱勢族群等等吼，咱有真濟代志呢。我有當時走回來啦，攏叫建南嘛吼去幫忙安尼。建南嘛呢一句話，馬上吼會甲辦好。嘛做好呢，足濟咱吼台南市的市民。所以呢，佇遮我嘛呢盡量來推薦，咱建南嘛會當成為吼咱台南市的市議員，會當做愈仔濟代志，為咱社會福利呢做啊愈較好。雖然黨內台北選區的議員初選激烈，不過面對各界燒聽加加油打氣，互伊真有信心，嘛呼籲鄉親互認真無包袱，有豐富行政加社會福利理念的新人一個機會。我過去是咱民進黨，咱王定宇立委服務處的副主任以外，上頂重要，這幾檔建南攏佇咱台南市政府，對着咱黃偉綽市長來合適，嘛是擔任咱社會局的機要秘書，咱會使講行政的經驗、地方服務的經驗，攏非常的豐富。所以這並且會使講是上較有經驗的新人。所以還是再一次要拜託咱鄉親時代市民好朋友，3月份電話民調，請拜託為支持林建南。林建南競選總部成立以後，真緊佇3月黨內特別進行電話民調，再次呼籲民眾為伊支持。台南新聞阮子採訪報道。